會有香港壓力應門第二季公民意識11集指示的政治。以前曾參與編寫通識科媒體方面嘅選項，通識科目的栽培具見識同能力嘅公民，推動批判性思想同多元視點。至少文件係咁寫，而違本基本法同英中聯合聲明嘅全面管治政策一出，培養公民嘅目的自然一掃而空啦。其中媒體方面嘅選項更加一早胎死腹中，呢件事又同我有少少關係。當時工作嘅學系將編寫媒體部分嘅責任交咗俾我，我就參考喺中學推行多年媒體教育嘅英美課程，籌劃閱讀媒體嘅基礎信仰 （media literacy）。既然關乎公民教育，我就從分析新聞開始，乜嘢係頭條同埋記者點樣寫報導，以至新聞與真相等論題。初稿交咗上去教統局，好快就揾我去見面。兩位員工並冇讀過媒體學，佢哋只係提我課程目的，叫同學可以傾下一啲媒體現象。心諗我係咪太過認真對待文憑試課程呢？我就將個波交翻俾系主任。另一位同事接手後，本嚟都好有信心嘅，結果好可惜，媒體部分完全係出唔到街。可惜香港其實好需要解讀媒體嘅訓練。你問我有冇後悔太過執着而放棄推動媒體教育嘅機會，真係兩題啊！一方面通識始終被取締，另一方面通識做出咗啲成績，因為港共集團都認為通識科造成咗14同19年嘅公民運動。點都好，我喺度唯有補交少少功課，講下媒體與公民教育啦。最早期嘅媒體教育會從媒體機構嘅角度睇傳播嘅過程，由源頭 source 媒介 medium 去到效果 effect。當我哋從受眾嘅角度睇，難免要判別媒體傳嚟嘅信息對我哋認識我哋生活嘅世界有咩意義同影響啊。尤其是點樣加強判別能力。我哋其實講緊嘅係指涉嘅政治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一講指涉同政治，為免大家緊張，等我避重就輕，先從電影為例分析我哋同媒體嘅關係。講到電影，除咗男女主角，導演嘅角色好重要。以前學士期間讀電影，最先學嘅係數剪點 cut， 同埋 cut 與 cut 之間嘅接點，即係睇剪同接嘅手法。因為電影講故事就係由鏡頭與鏡頭之間嘅剪接敘述出嚟嘅。我留意到有教電影嘅以導演為電影嘅作者咁教，真係大開眼界。同情咁講，人哋出身文學，以文學慣常嘅研究方式講作者以主題嚟定導演作品嘅前中後期，符合所屬學系嘅期望，淨係少咗個人嘅腦汁啫。導演唔能夠同文學作品嘅作者相比擬，最低限度，因為文學作品嘅獨立自主性遠超過以工業團隊生產方式拍攝出嚟嘅電影。導演創作時所受嘅限制，睇奧斯卡頒幾多個獎就知㗎。更重要係文學以語言文字表述出嚟，文字係非感官語言。而電影用嘅係感官語言，即係用眼睇、用耳聽。4D 電影仲會以身體其他部分感受。非感官語言要用腦理解，加埋一啲想像力，先至可以掌握。60年代提出地球村嘅麥克魯漢指出，電影同電視係冷媒介，因為佢哋用嘅感官語言一睇就明。原因聲音同影像都係我哋比較熟悉嘅，通過我哋嘅反射神經就可以明白。至於文學，則屬於熱媒介，因為要用個腦進行解讀先至可以明白。簡單啲講，讀文學作品比睇電視辛苦得多，可以搞到個腦好興。教我電影嘅老師都係讀文學出身嘅，佢一嚟就話電影嘅作者論 auteur theory 可以隨手掟出街。仲有佢堅持喺星期三下晝大學冇編課嘅時段，借用夜大嘅演講廳放映電影，
雖然只會有10零20個同學出席。點解？原因電影係喺戲院大銀幕前睇嘅，文學有嘅係孤獨嘅作者同讀者。我哋明白感官媒體同非感官媒體對我哋嘅感知同認知力造成咗不同嘅效果。感知只以身體各感官接收媒體信息，而認知只限於用腦袋解讀信息。仲有影音媒體同文字媒體嘅源頭不一樣，相對嚟講，影音嘅源頭比較複雜不一，所以真相或者原型喺邊度，亦都比較難以推斷嘅。指涉 representation， 我喺第一季提過，意指以媒體呈現某景象時，並非單純咁將個景象再現出嚟，反而喺呈現過程中將其他意義牽涉入影像裡面，無縫咁成為影像嘅一部分。法國學者布希亞 Jean Bourgeois 提出感官媒體有3大進程。首先喺古典時代，視像媒體由畫作到雕塑都以實物作為對象進行描繪，佢稱之為翻版 counterfeit。其次工業時代，影像被製作出嚟，佢稱之為製作 production。最後就係當代，影像可以從其他影像嘅基礎上面再製造出嚟，佢稱之為擬像 simulation。大家可以想像，進入擬像階段，真像或者原型已經好難揾翻出嚟啊！因為所見嘅影像建基於我哋對其他影像嘅經驗。例如紀錄片以技術為主，盡量將真相如實咁呈現出嚟，但係我哋又可以用紀錄片手法拍攝虛構嘅電影故事，好似用一鏡過完全冇剪以接嘅手法嚟到拍製。所以擬像已經唔再講有幾逼真，反而叫人感應佢係真嘅。又例如我哋旅行去到一啲景點，可能會質疑當前嘅景象點解唔似網上睇到嘅，以影像評斷眼前嘅真相。第一季講過羅蘭巴特認為可以用個人經驗去評鑑照片嘅真偽，即係刺點。只不過我哋對好多事物嘅經驗其實都以影像為主，以影像評鑑影像就好難揾到原本嘅真相出嚟啦。所以指涉嘅政治對公民嘅判別事理能力相當重要，唔單止關乎對競選言論同政綱等嘅解讀能力不被誤導，更重要係要求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嘅同時，俾公民能夠喺媒體影像嘅森林裏面理出一條清晰而自主嘅思路，以推動共同體嘅發展。相信大家都見過某強國一啲網上言論，導致各式各樣一窩蜂嘅盲流。更常見嘅係消費潮流啦，包括追求某牌子或者某種嘅體型。香港60年代開始對拍照影像出現咗熱潮，好多人包括我自己會買一部好平嘅相機，周圍影由人像到風景都拍。我哋就係通過照片睇返自己，認識自己同周遭嘅生活世界，並且開始留意外表，包括打扮、形象同潮流。今日智能手機更甚啦。至於非感官語言，即係文字，更加係內在地認識自我同埋成為獨立個體所不可或缺嘅。複雜嘅地方在於照片或者影像都要有文字上嘅解說。譬如乜嘢係型仔啊、酷甚至性別形象，都係好籠統同含糊嘅表述，必須同影像對讀，先至可能更加明了嘅。至於公民身份，我喺度一季10幾集寫3、4萬字，都係要一個景象先至可能推動成真，就係大家走出嚟同人接觸，組織有機共同體，為自身關心嘅議題對話交流。我講述出嚟嘅想法必須能夠啟發你、觸動你採取行動，否則無甚意義可言，對嗎？最後喺人工智能 AI 大行其道嘅年代，一定要提下人工智能掌控同處理超大量嘅資訊，
又能夠喺好短時間內為我哋嘅問題提出有條有理嘅方案。AI 冇嘅係原初感官語言，提供俾人一樣嘢，就係啟發人行動嘅想像，而唔係幫你揾答案或者代你做嘢咁簡單。直望穹蒼，直望萬物，將好多好似冇相干嘅嘢結連起嚟，演繹成為共同體嘅故事，叫人團結互助。呢樣嘢就唔係指涉嘅政治，而係將政治指涉出嚟嘅意思啦。Representing politics。榮歸香港，再聚。